行政院决定自2027年开始，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。有一寡猪拢是真生气，讲因过去在喷水饲猪是咧到处咧喷，而且前一阵仔标猪济，因嘛会倒再喷去烧掉。即马政府说话禁就禁，无考虑农民。这阵农民是决定要暂停再喷，袂搁做变钱工。有认同无？有认同，举手嘛，安尼好无？好无？ 参加会议的用喷饲猪户大多数拢举手支持。6礼拜开始无要再喷，要互政府正视用喷饲猪的禁令真实的社会成本。对北桃竹来的用喷饲猪的农民，不满因为有因斗3工喷才无乌白乱弹，环境部说凊彩就讲喷的处理无问题，因只好互问题浮出来。6日店家生意好，百货公司好，吼。拜一开始团扇就开始啊，爱处理啊，所以阮必须阮爱自阵就爱行。 拢放掉，卖个仔，拢卖叮当，互伊显现出在社会大众，安尼才有法度。协助气化喷的处理业者嘛出现伫遮支持，而且讲会以技术性的方式来互大家看到喷的问题。佮预估只要连续7天无去收，餐厅和团成业者就将有感觉，就当看出猪农的价值。因希望政府会当坐落来好好讲。真的，未来产业要进步，要升级，我希望共同争取，我们把它争取下来。争取中心。 一定爱做咱使用啦！上重要就是这迄落禽类下小料，这不应该甲咱禁，因为这咱回土猪阮和鸡啊什么关系咧？即马无饲猪嘛用袂着喷，但嘛是斗在猪农大声喊，讲虽然政府有补贴油钱，但喷车定去焚化厂空弹，想到就生气。 我今仔等2天，你2天的钱互我，司机钱、车钱你互我，我来载啊，我来等啊。对这用喷的饲猪户集结暂停迁运，而且化为农业部爱设立主喷的中心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，未来的方向袂是甲生喷变作食喷的模式，是要采饲料化的模式。 那未来如果说在跟其他的设备结合以后，它也有机会变成把这些可能的厨余变成饲料化。即卖已经有的主喷中心，未来会帮助投资设备，甲转型做能源化和饲料化的中心，就是行日本的路线，甲喷甲变作生态饲料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